家係由陳國報道新聞。運輸署同的士業界同埋網約車平台代表開會討論規管網約車平台之後，警方隨即採取行動，喬裝乘客拘捕8名嘅白牌車司機，涉嫌利用汽車非法出租同埋收籌載客。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級督察鄭浩銘話，警方會根據優次緩急打擊非法白牌車，呼籲市民唔好乘坐白牌車，一旦發生意外，可能會失去應有嘅保障。我哋警方喺全港各區派員喬裝成為乘客，喺行動入面成功接獲咗8部嘅私家車，當中涉及8名司機，一共6男2女。佢哋嘅年齡介乎36至63歲，佢哋涉嫌利用汽車作非法出租或取酬載客嘅用途。同時喺行動入面，我哋警方亦都扣查咗當中3部嘅私家車作進一步嘅檢驗。我哋警方想喺度作出一個呼籲，市民喺出行嘅時候，其實亦都應該選擇合法嘅公共交通工具。如果相關嘅車輛嘅用途係非法載客取酬，有關車輛嘅第三者風險保險亦都有機會會失效。一旦發生意外，其他道路使用者包括乘客同埋行人都會失去應有嘅保障。道路安全係警務處處長首要行動項目之一，警方係會繼續根據行動嘅優次緩急，配備適當嘅人手去打擊非法出租同埋載客取酬嘅活動嘅。警方喺旺角拘捕1名23歲男子，涉嫌利用非法無線電干擾器，即係俗稱嘅危機站，假扮有井號開頭嘅短信發送人，向市民發送釣魚短信，企圖騙取信用卡資料，用作非法網上交易。至少有1名嘅市民受騙，損失大約22,000元。通訊辦回覆查詢嘅時候表示，通訊發送人登記制自前年推出至今一直有效運作，事件涉及不法分子涉嫌干擾電訊網絡，相信屬於個別嘅情況，並唔影響登記制嘅整體實施成效同埋日後嘅運作。通訊辦已經要求流動網絡營辦商加強監察網絡異常嘅信號，並設立通報機制，一旦再發現可疑，通訊辦會迅速同警方採取跟進行動。國泰航空聯同旗下嘅香港快運喺上個月嘅25號合共載客11萬人次，創下疫後單日載客量嘅新高紀錄。國泰表示，聖誕同埋新年假期過後，商務出行嘅需求有所回升，前艙嘅載客率保持穩健嘅增長。上個月嘅載客量較去年同月增加37%。香港快運上個月接載破紀錄嘅667000人次，比舊年同月增加46%。至於貨運方面，國泰上個月嘅載客量比舊年同月增加13.7%。國泰話今年貨運活動起步較慢，但隨住農曆新年臨近，踏入傳統旺季，需求迅速回升。來自西南太平洋嘅鮮貨同埋當季農產品運送需求保持強勁，但相信貨物運送嘅需求喺農曆新年之後會稍為放慢。呢節新聞報道完。過去1星期903播得最多嘅一首歌，第7週903冠軍作品。監製編曲徐浩，作曲陳可為，填詞黃晴希 ，MC 張天賦冠軍歌《說謊者》。